后来继续来看台南成大医学院一个2年的学生，和校长甲学者来指控，无医师的执照，伫手术房替患者来填空喙。事后，这个学生佫上网来呛讲，无本事就点点。这个事件伫网络顶引起着讨论。成大医学院的副院长来证实，这个学生确实是有帮患者来填空喙。医疗团队在执行开刀，主治医师跟这个住院医师都在，那这个学生是属于第三助手，只剩下一个表皮不到3公分的浅的开口，那他在主治医师的监督下，去把这个伤口缝合。成大医学院副校长讲，这是主治医师甲住院医师拢有在场的状况下，才互学生帮忙来填空喙，并无违反到相关医疗的法令。这就亲像咧帮忙抽血、注射同款，拢是一般的学生伫咧学校就必须爱练习的事项。副校长嘛讲，这位学生过去已经伫咧外科实习1年，所以主治医师才会同意，互伊替患者来填空喙。并唔是记载学生独立来作业，请外界唔免过度来担心。